问，满面这款美容的方式，足久以前就有啊。啊，听讲伊吼是为什么所来的？这条影有蓝的对，嘿，应该是米甲对啦。 B 啊哈皇帝啊，，B 的可能应该是 B 啊。对，因为较早的人有讲过，讲什么要加进前才会当挽面的，有较早有讲过这种，啊，毋过是较即卖讲皇帝比即卖新娘搁较早。假扮新生，你若讲要嫁就是死啊呢。因为新娘要出嫁迄天，你爱变新生搁较水，你干那迄天会当变新生，好啦，新是娘啦，新娘是上大。好啦，伊讲到安尼啊，无听伊。我着爱去偌贵啊！那是这地个对，我性会甲咱提示的咧。嘿啊，无迄我感觉是经验，对，有 N 应该有那是过啊你，有无爱过听过，啦，但是这地是对吼，就代表因的戏拢无变。无唔对，真正有历史的，嘿有由来的啦研。究好，是吼，好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里。因为咱这个版面当然都已经讲到这吼，就大概以前的传说是安尼啦，就是讲古早时代几啊百年前吼，有迄个阿爸的皇帝吼，啊，就是讲假做敢若一般人，啊叫迄个伊的迄个卫兵，伊的迄个去抢迄个当要嫁坐花轿的新娘吼。要共抢安尼啦吼，啊抢了啊，当然迄边啊遐个居民就足烦恼的，讲哪有这种强盗吼，安尼要来抢人的某安尼吼，啊怎啊讲要安怎？安尼咱唔得拢偷偷仔加拢卖有啥物闹热，卖有啥物这个仪式，较袂引起人来注意。啊落尾怎啊有一个人想到一步，就是讲啊无咱甲这个新娘吼。甲伊变做讲像摆面咱甲一寡模吼，甲修整啦，啊，甲伊创个较水的啦吼，啊，互伊敢若讲是即个轿，毋是真正新娘，是敢若一个新轿，或者是讲敢若要去迎是要闹热迄种队伍，啊，怎啊假做像安尼，啊，怎啊人就毋知影讲哦，迄是新娘安尼，嘿啊，所以落尾才个流传到怎啊变做，敢若讲为着要较水吼，当然迄就是有美容效果嘛，是啦。